董事长对于这个华膳的免税烟放在我们的仓库里面，2016年11月开始，所以在您接任之后就已经有了，您知情吗？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是这次才知道。那后续如果要面对检调的调查，你也会配合吗？那当然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会坦然的面对所有的调查。那华膳是一个物流仓储中心，它除了做空中餐之外，那我们也受委托做保税仓库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物流仓库。那在这个相关的作业程序里头，那么对自主管理的部分，我们确实是没有做好，我们有疏失，所以应该负什么责任，我们就会负什么责任。我们也坦然面对所有的调查。蔡英文已经出访过5次了，所以您对这5次走私免税烟的都不知情吗？我们当然不清楚这些事情，因为作为华膳的经营管理阶层，我们很重视的是怎么样子把我们的美食空中餐做好。那么仓储物流中心那么它是在这个机场的这个保税区内，那整个作业流程我们都根据相关的流程在作业所以这次的事情发生，我们当然也非常的遗憾。即将外交行为跟走私画上等号。结束喽，安总说我们时间有限，谢谢。大家都是华航，不好意思，小心，小心。